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睇 Joy to Travel。今次又返嚟新宿，為大家介紹一下新宿海悅酒店最基本嘅雙人床房間。其實之前我已經介紹過高級觀景客房㗎喇。今次酒店冇安排我免費 upgrade， 而我又唔捨得補8000 yen 嘅差價去住豪華房，所以我就體驗一下10幾年未住過嘅最基本房型，睇下佢哋有冇進步。富麗堂皇嘅酒店大堂係海悅出名嘅賣點，3座氣勢澎湃嘅水晶燈曾經出現喺好多套日本電影同埋電視劇。喺西新宿，除咗海悅酒店之外，附近仲有幾個選擇，分別係希爾頓酒店同京王酒店。從京王酒店步行5至10分鐘就有藥房、Yodobashi 電器店同埋京王百貨店。疫情之前，海悅酒店有提供免費接駁巴士前往新宿站西口，但因為小田急百貨已經清拆重建，所以接駁巴士已經取消咗。B1 地庫樓層附近設有71，方便購買零食同手信。另外，酒店門口有 Airport Limousine 機場巴士站，前往羽田機場及成田機場。班次幾頻密嘅，但係巴士飛要自行購買。跟住落嚟為大家介紹 Two Twin Bedroom， 屬於最基本入門房間。同豪華房比較最大分別嘅係廁所，豪華房嘅廁所係乾濕分離嘅，房間亦都係有重新裝修過。免治馬桶嘅款式比較基本。沖涼係浴缸同花灑兩個 combine 嘅。但係勝在佢水夠熱，而且水壓夠高。Toiletries 同 Deluxe 房間都係用同一款牌子 Pharmacopeia。Housekeeping 會每日提供2支樽裝水。臥室部分有2張單人床，床褥與顏色中。房間空間亦都比較闊落，喺東京嚟講已經算唔錯㗎啦。房間裏邊有好幾眼燈，所以夜晚係好光猛嘅，唔似有啲酒店係黑咪蚊。有茶几同埋一張梳化仔，方便攤開啲戰利品。床單嘅質素唔錯，摸上手唔會鞋霎霎。床頭櫃有好多 USB 插頭，方便插電。調校燈光嘅掣仍然都係好 classic， 要用手扭開嘅。最重要，房間乾淨企理。工作台亦都有額外嘅插蘇頭，方便插電。台面上面有一隻紙鶴，代表健康，亦都宣揚日本嘅摺紙文化。工作台亦都好寬敞，方便打開部 laptop 做嘢。房外嘅景觀係 Sumitomo Building 住友大廈。如果入住有景觀嘅房間，房外嘅景色係東京都都廳或者新宿公園。
酒店連接住第一生命大廈，佢嘅 basement 亦都有 Family Mart 便利店同埋 Tully's Coffee， 亦都有高檔嘅壽喜燒專門店人形丁金伴。房間亦都有提供免費嘅咖啡同茶包。個雪櫃雖然係吉嘅，但係自己可以落去樓下便利店入貨。5星級酒店規格，走廊有一個造冰機，可以自己攞冰。呢間酒店嘅 concierge 幾幫得手嘅，佢會提供餐廳預約服務，另外可以免費接收包裹。如果唔想搬大型行李嘅話，佢可以用Yamato宅急便幫你寄行李。另外想推薦一下位於新宿公園裏邊一間咖啡店，佢嘅早餐唔錯㗎，強力推薦佢嘅梳芙梨 pancake， 真係好食過 Happy Pancake 幾條街。嚟日本通常我都會選擇海悅酒店，因為可以儲積分。但係因為小田急百貨新宿站西口重建，令到新宿嘅吸引力大大減少。如果喺假期打算買飛機加酒店套票嘅話，通常佢哋都會畀你住最基本嘅房間。希望大家睇咗呢條片可以自行作一個比較，睇下值唔值得另外加錢去 upgrade 房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你嘅支持係我做 video 嘅原動力。千祈記得留言、點讚、share 同埋訂閱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